咁男士們咧，如果真係確診咗前列腺癌嘅話咧，其實係唔需要太過擔心㗎。咁病人咧可以先做一啲全面嘅檢查，例如 PSMA 嘅 PET-CT 啦，又或者傳統嘅腹部同骨盤嘅 CT 同埋骨掃描，咁去評估下佢嘅前列腺癌咧係屬於第幾期，然後咧就再同醫生一齊去討論下合適嘅治療方案。咁而治療前列腺癌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嘅。例如早期嘅前列腺癌嘅治療方法咧，就包括積極監察啦，或者做前列腺嘅全切除手術，又或者係放射性嘅治療等等。咁而至於係轉移性嘅前列腺癌咧，病人就要考慮接受呢個荷爾蒙治療。咁而針對轉移性嘅前列腺癌，我哋咧就會考慮咧用呢個雄激素嘅阻隔治療咧作為一個關鍵嘅治療，然後咧再視乎個情況，同時配合啲新嘅荷爾蒙藥物啦，或者係化療，或者一啲舒緩嘅治療去幫助病人嘅。